得到产业，嘛毋是靠偷含。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，毋是靠文凭，毋是靠资源，毋是靠人脉，是靠什么？咱是得要有积极的心心、正面的思想、主动勇敢的行动，也就是咱今日所讲的公共重大。对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会记得伫我细汉的时，伫庄脚大汉，我常常伫我的脑海内会浮现出一句，我的师大人常常甲我讲的话，就是“行行袂着顶”。这是我的老爸，虽然无读什么册，但是伊一生伫我的生命中，互我一个真深的印象，“行行袂着顶”。所以，甲你的隔壁人安尼讲，当刚强壮胆来。当刚强壮胆。感谢主，有的人教会车辆真客，感觉这是伊的教会的缺点。我感觉教会车辆真客，这是感谢上帝。阿门。因为咱宁可互教会车辆客客，唔通互教会停车场空空。阿门吗？对。所以看你安那咧思想。你的思想、你的意念最重要。平平相关的问题，对公共重大的人，这个问题是真做上帝的祝福；但是对一个软正的人，这个困难是真做你的埋怨。所以真感谢上帝。过来，我今仔日就要甲大家人做伙来思想，就拄则我所讲的，行行袂着顶。我渐渐大汉起来了，我才发现，我的老爸甲我讲，行行袂着顶。竟然不是我的老爸个人的经验那点，更较要紧，行行袂着顶是圣经的教导，是圣经的教导。为什么？约书亚第1章第1节安尼讲，伊讲耶和华的奴仆摩西过身了后，耶和华就吩咐摩西的助手伦的囝约书亚，上帝就吩咐摩西的助手约书亚，甲伊讲什么？伊讲我的奴仆摩西当已经死，你就起来。甲正百姓过这个约旦河，我所要予以色列人的地，既然你的脚所踏的地，我拢照着我所应允摩西的话，拢要赏赐予恁。哇，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啊！摩西过身去了后，上帝甲这个约书亚讲，你着起来，照我所应允摩西的应允，要祝福伫恁，既然脚所踏的地，我拢要赏赐予恁，对不对？安尼有好无？真好啊！约书亚听见这个祝福，当然真好。但是你搁落去，你注意甲伊看这个圣经安尼讲哦。伊讲你的脚所踏的地，对什么所在？对旷野，甲这个黎巴嫩，直到幼发拉底河黑人的全地，搁到大海日落的所在。既然恁脚所踏的地，拢要成做恁的境界。那安尼哦，伊讲刚才是你们。刚才是你们还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既然令，不过今麦过来讲啥？讲既然你，伊讲你平生的日子，要无有一人伫你的面前会徛掉，我怎样甲摩西三甲地地，也要同款甲你，这是个人。所以，咱看见整个这个圣经的记载，你会发现。这个圣经的应允，上帝那祝福以色列百姓，讲既然恁的脚所踏的地，我要照应允摩西的祝福来祝福恁。第二，这个圣经记载讲，那祝福以色列百姓，圣经讲我嘛要祝福约书亚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经节在讲起着上帝祝福以色列百姓得地为业。过来第二，上帝应允约书亚，要互伊成做领袖。然后要甲伊三甲同在，互伊永远坚固徛在，无放杀伊哦。因为这是一个祝福。但是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应允祝福约书亚的祝福，会应允祝福伫你的身上无？你敢有安尼期待？我毋知你有无，那我有。我期待上帝祝福约书亚的祝福嘛，祝福伫我的身上。毋过，各位，上帝要祝福约书亚。上帝对约书亚有一个期待，上帝对约书亚有一个条件，你要安怎样真做坚固徛在以色列百姓要安怎样？因为你来这个产业，它是有条件的。
继续第6节安尼讲，伊讲你着什么？刚强哦，造出来啊！经文造出来，伊讲你着刚强壮大。约书亚，你的刚强壮大，因为你必怎么样？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。你以色列百姓要因为约书亚你来得到这个地做产业的前提是什么？约书亚你得安那？刚强壮大。你要刚强壮大。上帝要祝福以色列百姓得到这个产业，但是前提是约书亚你有刚强壮大无？然后伊讲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所起誓应许他们之地，只要你安怎刚强大壮大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看起这是一个前提。上帝祝福约书亚，上帝祝福约书亚，无表示约书亚都唔免工作。上帝祝福咱这兄弟姊妹，无表示你拢坐伫这个所在，唔是。所以咱看见圣经讲，这个律法唔通离开你的嘴，总要作业思想，互你当谨守遵行这个册所讲一切话。安尼你的道路就当行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减无烦恼，你就刚强壮大。你看，佮照出来，无得惊，无得论，因为你无论打落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要甲你伊马瑞利嘛。各位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所在，咱看刚强壮大，其实伊的原文，这个刚强壮大是有2字啦。刚强壮大的希伯来语叫做阿玛斯。这个阿玛斯就是讲你要真坚固，你要真勇敢，你要有这个美切精神。所以我常常咧讲，一个人的目睭得爱安怎？爱有光啊！唔当目睭互人看到，不暂时拢爱困。喏，咱免啊刚强伫咱的生命内底。上帝对约书亚讲：你着刚强，你着阿玛斯。过来壮大是啥？壮大叫做哈扎克，哈扎克的意思叫做勇敢面对挑战。勇敢面对困难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勉励约书亚，要互伊成做真实的领袖，不是靠地位。约书亚要成做领袖，不是靠学历，不是靠职位，不是靠关系。上帝要爱约书亚成做真正的领袖，来带领以色列百姓，乃是爱约书亚，得爱有坚定的信心，得爱有正面的思想。主动勇敢的行动，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咱今仔日的题目，叫做刚强佮壮大。上帝要祝福以色列百姓会当得到产业，嘛毋是靠偷含。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，毋是靠文凭，毋是靠资源，毋是靠人脉，是靠什么？咱是得要有积极的信心、正面的思想、主动勇敢的行动，也就是咱今日所讲的刚强壮大。对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我发现刚强壮大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非常的大。我常常伫我家己参与的团体内底，我常常会鼓励我四周围的人安尼讲：行行袂着顶，勇敢去面对困难。别人唔爱做的，别人唔敢做的，你去做；别人无爱做的，你去爱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所相信的上帝是互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更活的上帝，敢毋是？世间敢有所有的困难会比死人更活较困难的？我想真少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唔单单是旧约在强调这款的信仰，唔单单旧约伫约书亚的身上在强调着勇敢壮大，连新约的耶稣嘛安尼在强调哦。马太第10章16节。伊讲我找恁，耶稣甲伊学生讲我找恁，亲像啥物？我找恁亲像羊进入豺狼的群。你位，一只羊拄一只豺狼，就已经真可怕，更何况一只羊进入一个狼群？这是何等的通惊的环境！但是主甲伊学生讲，我找恁，我找恁，毋是到温暖的所在。我找恁，毋是到一个安逸的所在。我找恁，亲像羊进入狼群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伊讲检采你伫因为见证的原因，你可能会互人交伫工会、政府的手中，可能伫会堂有人会甲恁鞭拍，甚至有人会将恁交到伫政府这官员的面前。但是耶稣甲伊的学生讲啊，讲你们不要怎么样，你们不要思虑，恁无得惊，无得惊，无得论。
所以耶稣对伊的学生训练栽培伊的门徒，毋是干那栽培技巧，毋是。耶稣伫训练栽培伊的学生，是对伊的心智开始。你无得惊，无得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咱学真侪技巧，咱听真侪物件，但是更较重要的，有通过耶稣基督的性命，点到咱刚强壮大的心也无。你看马太第10章28节，耶稣讲什么？迄个会抬身躯、袂抬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。各位，咱看这个圣经，看到介自然吼，其实无自然的。杀身体哪会不怕的？对不对？给他注射你就惊到咧，敢不是？各位，耶稣甲咱讲，抬身躯无抬灵魂的，不要怕他。事实就是因为人会惊，耶稣才讲不要怕他。但是耶稣跟咱讲，咱要怕谁？唯有那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昧在地狱里的那些，才是真正你要怕的。所以你看去下面这个所在，耶稣安怎讲？伊讲，所以不要惧怕，无得惊，无得论，佮走出来啊！耶稣讲，你无得惊，无得论，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，我伫天顶的爸面前也要认伊；既然伫人的面前唔认我的，我伫天顶的爸面前也无要认伊。亲爱兄弟姊妹。互人藐视小事，互人尊荣也是小事。更加重要的，你伫上帝面前，你是被藐视还是被尊荣？那是耶稣，咱看见连保罗嘛，安尼咧教导咱，就勇敢壮大。6章1书第10节安尼讲，伊讲我抑阁有还未讲的话，恁就靠着主，我可以的大有能力、大人大力，做怎么样刚强的人？你看。对旧约，到伫耶稣，到伫新约，拢在甲咱讲，咱伫属灵的生命内底，咱除了学真侪财物甲策略以外，咱需要较根本的，咱需要调旺咱的心智，互咱有刚强壮大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既然刚强壮大是约书亚，互伊成做一个坚固徛在领袖。刚强壮大，嘛是互约书亚会当帮助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，得到产业真重要的关键。连耶稣、连保罗嘛，拢安尼在叮咛吩咐初代教会这学生甲门徒，拢是强调着刚强壮大、积极正面的信心，是袂当欠缺的元素。同款，其实咱用这个再来看咱今仔日。今仔日伫咱的四周围有偌尼侪人失败、软弱的原因，甚至有偌侪人生命悠然持续停留伫迄个失败、仇恨、暴怒、沮丧、苦毒的这个环境中，真正的原因是啥物？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并无互伊因为接受真理，伊的心刚强壮大起来无，至到伊悠然信主，但是悠然停留。伫迄款软弱、惊的境界，当刚强壮大，那是遮尔重要，是得地为业，是真做领袖一个介重要的关键。安尼今仔日，我要甲大家人做伙来思想，刚强壮大那是遮尔重要。安尼，咱要怎样拥有刚强壮大？咱要怎样拥有一个积极的心？大家嘛足毋茫有积极的信心，大家嘛足毋茫讲我有一个勇敢冒险的生命。真侪人嘛拢真毋茫我有正面积极的作为。但是重点来，咱要安怎样拥有刚强壮胆的生命？我用3项甲咱做伙来思想。第一项，你若毋茫你的生命会当有刚强壮大，第一项，我强烈甲你建议。你一定要伫你生命内底去敲吹，你有生命的呼召无啦？对不对？我感觉太重要。一个冷静的人，8、9不离10，你甲问，伊的生命无啥物好掉，没有。伊一感觉毋是安那动来动去尔，伊一感觉伫遐动来动去，卡来卡去，伊的生命无清楚伊的好调。当人的生命清楚。呼召明白具体领受呼召，这款的人的生命不带出负担、责任、冒险、勇气都很困难。只要伊清楚伊生命的呼召伫倒落，我个人的经验，
伊一定会带出公共重大的生命。使徒行传第9章第10节有一个真好的例。伫大马色有一个学生名叫阿那尼亚，主伫异象中甲伊讲：阿那尼亚，伊讲主啊，我伫遮。主就甲阿那尼亚讲起来，去迄条街路叫做得的，伫犹大的街找大数人名叫扫罗，因为伊拄拄伫祈祷，伊伫祈祷的时，佫有看见一个人名叫阿那尼亚，入来甲伊换手，互伊会看见。对不对？过来，你看安怎讲？若是即个学生，即个门徒阿那尼亚甲主讲：主啊，毋过我听见侪人伫讲即个人呢，讲即个人伫耶路撒冷吼，捌怎样大歹款待你遮的圣徒？毋然安尼，伊佫伫遮有遮的这时头的官兵，要来绑遮的既若求救你，既若求救基督的人，伊有官兵要甲因掠呢。当伊甲主讲了的时，主安怎讲？主讲：做你去，做你去。伊是我荣耀的器皿，要保养我的名。伫外邦甲国王、君王以及以色列子孙的面前，我也要互伊知，伊着因为我的名受偌济的艰苦。阿那尼亚就去入伊的厝，手唤伊讲：兄弟扫罗，主就是你来的时路中出现，互你看耶稣，找我来。要互你会看见，佮得到圣神的充满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段圣经当圣神差遣阿那尼亚去找这个大数人扫罗的时，你想阿那尼亚心会惊无？一定会惊嘛！伊若袂惊，伊就袂甲主讲：主啊，我听讲这个人安怎，对不对？伊安尼甲圣神回应，就是表示伊知影这个人的作为，知影这个人的空胖嘛。伊知影这个人是一个真歹的人，专门伫掠迫害这个信主耶稣的门徒，伊是专门咧做这个工课。所以伊甲主讲：主啊，我看毋通咧，这去吼，我看我去了，我看我颠倒去互掠去咧。但是圣神主甲阿那尼亚安怎讲？伊讲不要紧，做你去，你就去，你去。所以咱看见阿那尼亚伊到尾伊安怎讲？圣经讲阿那尼亚若去，阿那尼亚佫入伊的厝，阿那尼亚佫手划伊的头壳，阿那尼亚佫甲伊讲：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看见阿那尼亚是甚么款的原因，会互伊做即款的转换？是甚么款的原因，互阿那尼亚会做即款的改变？对原本丢行，由于无法度决定的时，伊到尾伊圣经讲他就去了。关键伫倒位？阿那尼亚清楚圣神伫伊生命中的呼召。当一个人清楚圣神的呼召，就是面对艰难、面对迫害、面对死亡，阿那尼亚犹原勇敢入去。对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一个人有呼召，伊就有使命。伊有使命，伊的确真自然伫伊的生命内底，伊会生出勇敢，伊会生出冒险。同款第二个故事，伫旧约的圣经有一个人叫做基甸，有无？基甸伫伊的民族内底，基甸的民族受到米甸人的欺负，上帝将基甸的民族以色列人交伫米甸人的手偌久，7年久。米甸人常常来迫害因的田园，当因的田园五谷若要收成的时，因就来甲因收割。当因的肥的牛羊如若大只的时，米甸人就来甲因所有的精神甲因收割。所以，这个基甸的民族充满着苦痛。圣经讲，连因伫拍米，伫这个切啊，伫拍米的时，嘛毋敢公开正大，在米伫迄个暗中的所在。甚至因乌山洞住伫迄个山洞的内底，咱后去伫这个中东的所在，咱就这个所在还佫有看见哦。迄个山洞内底乌真深哦，内底会当饲鸡，内底会当煮饭，内底会当敬拜。我甲吴牧师有去到遐看，讲哇，这是要哪生活？这个加巴透家的所在，恁看见伊迄个所在，看见安尼真侪遮受迫害基督徒伫迄个所在来生活。伫这个真艰苦的中间，咱看见基甸到落尾，神啊，伊勇敢会当去面对这个甲因迫害、勇壮的米甸人，
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到伫约阿斯伊的老爸家基甸拄拄在打麦子，上帝的使者就甲这个基甸安尼讲，伊讲基甸，你为我带军队去甲米甸人征战。基甸讲开玩笑，阮走都袂离啊，阮哪有可能甲伊征战？因为米甸人的军队至少有135000人，基甸的军队轻轻的以色列人结果才32000人尔，这是一个真悬殊的对比啊！但是，咱看见伫这个圣经的过程内底，基甸甲上帝祈祷讲：上帝啊，你若是真真正正，你若真真正正要带我甲米甸人征战，我将一堆油门放伫外口，迄个油门是淡的。四周围是大的，安尼我知影上帝，你就是竞选我要去受战。结果第二天困醒，这堆羊毛是湿的，边仔是大的。基甸讲：上帝啊，安尼无定臭拄坎呢？啊，无第二天搁试看卖啊呢？上帝啊，你若好，这个羊毛是干的，啊，四周围变做是拢露水拢淡的，安尼我就真正相信上帝啊，你要呼召我去征战。上帝真正果然。照基甸的祈祷甲伊应允，一边是大的，一边是淡的。基甸因为伊清楚上帝的呼召，所以咱看见基甸就兴起因的军队32000人。上帝甲基甸讲：基甸32000人伤多啦，叫一寡人转去。伊讲：啊，对方135000人，啊，我32000人哪有够多？伊讲：我要甲你三个为着你征战。所以32000人转去了后，剩偌多？剩10000人。上帝阁甲基甸讲：10000人嘛，阁伤多。基甸讲：对毋对？10000人阁伤多，啊，无要偌多？通过啉水，咱知影吼，做即个分别了后，剩偌多人？剩300人。请按遐里请买。你若看即个故事，你就会发现，伫这300个勇士的中间，你看见。300个勇士安怎样甲米甸人征战？正手举火把，倒手举扫角，甲米甸人征战，伊无举刀哦。这够有可能？以色列人无举刀哦，因是举火把，甲举这个扫角哦，伊无举刀哦。但是上帝通过伊家己做工，竟然咱看见啥物？结果安怎抬死的，你知无？互相抬死的，米甸人彼此残杀。所以若上帝甲咱徛做伙，其实无论什么人的飞机偌多，什么人军队偌大，其实上帝甲咱三个伫地，上帝就帮助咱。我用这个要讲什么？呼召。一个人的生命若清楚伊的呼召，亲像阿拿利亚，亲像基甸，真自然呼召若清楚，你就有气力。勇敢、冒险、坚持，无有任何的惊吓，这是咱的教会，咱今仔日的基督徒要思考。过来第二，要怎样拥有刚强壮胆？除了有清楚的呼召以外，你要清楚知影你生命真正的价值伫倒落。你要清楚知影你生命追求的价值是啥物？到底你的价值在哪里？你的顾念在哪里？你的追求，你所在意的在哪里？我有用这个故事 ，Eric 这个故事，伊的老爸是一个中国的宣教师，伊是出世伫中国的天津，但是伊大汉的细汉成长的过程是送回英国来接受教育。当然，伊伫英国渐渐大汉了后，伊真够拍橄榄球，伊真够运动，运动是伊真特别的所在。所以，伊伫1923年，这个 Eric。伊伫英国的这个田径的比赛，伊就已经创下100米英国的纪录，被称作英国灰毛腿，是一个真够走的人。2024年，拄啊好是咱全世界第33届的这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，所以拄啊第33届2024年，就互人想起啥物？就互人想起100年前，啊嘛凑拄到100年前，拄啊好伫倒位比赛？奥林匹克嘛是伫巴黎。拄啊好100年前甲100年后，拢是伫巴黎举办这个奥林匹克，是一个第8届，今年是第33届，都互人想起这个人，所以这个人的故事重新搁被讲起啊，重新搁被讲起，真侪人咧笑念这个人，为什么？
这个故事我捌讲过，因为伊上届拿手的是100米对伊来讲，伊真容易会当替英国摕到这个100米的冠军奥林匹克的奖牌。但是当伊发现迄个比赛的时间拄好礼拜日，伊讲安尼哪会使？安尼哪会使？伊的老爸是一个宣教师啊。伊讲安尼哪会使？安尼我无爱比赛。哇！这英国的人百姓听到，逐个人就安那排山倒海的甲伊批评，甚至讲伊是卖国贼、叛国。你现在敢会无要为着咱的英国大英国协，甚至为着君王来走？艾瑞克伊讲毋是呢，我比赛毋是为着国家走，我毋是为着君王走，我是为着上帝走啊！伊的核心价值无共款，一个人的核心价值的看见伊的高度就会不一样，所以。伊伫1924年的这个奥林匹克巴黎的比赛运动内底，伊坚持即使英国的国王出面，伊嘛无爱，所以到落尾无法度。伊讲除了礼拜以外，任何一个比赛我拢会当参加。所以到落尾，伊比赛什么？400米，400米的比赛。结果400米的比赛伫分组的预赛内底，就已经有其他国家的选手已经伫预赛中间已经破400米的纪录啊！所以当伊要决赛时，这是一个足高难度的困难，真高难度的一个挑战。所以我拄则有讲，当伊要走的时，有人偷偷摕一个字条互伊，讲尊重我的，我必尊重他。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 Eric 当伊在比赛的时候，伊迄有电影吼，伊在比赛时走了是安那，真享受啊，真享受在走，真享受在走。伊结果伫这个400米的比赛内底，伊毋但摕到奥林匹克400米的冠军，伊去破纪录，昨破纪录，隔顿当个谁破纪录？这真困难的代志。一个100米的人要走400米，迄是真困难的代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然，这个咱知影 ，Eric 伊的老爸是一个宣教师，到落尾，伊摕到冠军的奖牌了，奖牌了后，伊。过段工，伊就去到伫中国继续做宣教师啊，继承伊老爸的脚迹，伫中国做宣教。当然，到落尾，伊伫中国宣教的中间，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真可惜。这个 Eric 去互日本人掠去伫这个集中营内底，你若去查伊的资料，真丰富，真感动人。当伊去掠伫这个关伫这个集中营的中间，伊安怎？伊去帮战。伊去帮助这个集中营的人，甲因服侍，甲这个囡仔教册，教这个数学，教这个功课。甚至日本军为着要放这个日本的这个啥俘虏的这个兵啊，因往这个英国甲美国提出一个建议，伊讲，咱会当用500个，你会互阮掠来的这人民吼，来换阮日本军无啦？500个人的中间，包括什么人 ？Eric 是第一批的人啊，伊第一批会当互放倒的人。但是 Eric 安怎讲？伊讲我无爱。英国人讲你得出来啊！你赶紧离开这个战俘营啊！伊讲我无爱，谁人无爱？伊讲我的百姓伫遮，我要甲因徛做伙，我要关心因，我要陪伴因。因为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的心实讲起是非常大的感动。为什么？伊知影什么是伊生命真正的价值。一个有使命的人，伊就知影伊的价值伫倒位，伊的价值是甲伊的呼召使命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，这个 Eric 典型对信仰的坚持，甲真正信仰价值的认捌，就互伊勇敢会当有牺牲甲付出。所以，这个故事拄好用这个经节，会当甲咱回应。上帝国亲像宝贝藏伫地里，人拄着就甲伊藏起来。欢欢喜喜来辨别一切所有的，要买这块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圣经甲咱讲什么？伊为着要得到一个更较大的宝贝，这个叫做价值之所在。伊知影这个宝贝是有价值的，所以伊就欢喜去做三个动作。第一个叫做啥？叫做欢喜喜。辨别无一定欢喜喜哦，对不对？辨别有时也是臭头臭面啊。但是，咱看见这个人，伊去辨别是欢喜喜，那欢喜喜，伊去辨别一切所有的。你认为一切所有的无价值吗？一切所有的是有价值，
只是一切所有的加起来，跟这个宝贝比起来是较无价值，它还是有价值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人伫伊的生命内底，伊若清楚知影人物价值观，伊绝对有付出、有牺牲的能力。这个少年人是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戴高乐将军的侄啊，伊的名叫做雅各戴高乐。这个少年人伫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侵占领法国的期间，这个少年人参与伫法国抵抗德国军队的这个抵抗运动，要解放德国的运动，真不幸。伊伫1944年，互德国的这个盖世太保的军队掠着，共迄一当，1944年，这个雅各戴高乐被枪杀，几岁？22岁。这个雅各戴高乐伫22岁要互枪杀的时，伊安尼讲过一句话，伊讲自由是有代价的。伊讲，咱若无愿意牺牲，咱的国家就永远无法度得到自由。咱若无愿意牺牲，咱的国家永远就无法度得到自由。所以约翰第15章13节，人为着朋友献性命，疼无比这个较大。我相信这个经节，毋嘛是伫雅各戴高乐的身上，嘛是伫艾瑞克的身上，互咱看见。当一个人知影伊的价值伫倒位，伊就愿意牺牲付出的困难。最后第三项，咱要怎样伫咱的生命会当拥有光强壮大？除了清楚你的使命，除了明白你生命追求的价值核心的价值伫倒位以外，第三项就是伫你的生命内底，你会渴望怎么样？你会渴慕得奖赏。一个有得到赏的人，伊的生命的确会比别人有更加大的困难。哥林多前书第9章24节，兼毋知在场斗走的，大家拢走；若是得到报赏的，只有一个。恁着安尼走，才通得到。既然斗力的，逐项事拢准则，逐项事着准则，逐项事着节制啦。如果你袂放肆，为着要得到奖赏的人，伊的生命一定是有纪律啦。无要得到奖赏的人，一定是凊凊彩彩含啊雨落来落去，啊伫遐踅来踅去，伊毋知影伊的人生要对倒位去。但是保罗讲，为着要得到赏的人，为着要得到赏的人，伊做代志一定有准则。伊会赢过伊的肉体，伊会赢过伊的私欲，伊会赢过伊的懒散，就是要得到迄个未败坏的免由。若是咱是要得到迄个未败坏，世间是要得到迄个会败坏的。所以，咱去看，我安尼在走，毋是亲像无定着的方向。保罗讲，我传统音，我毋是无定着，我毋是落来落去呢，我毋是伫遐踅来踅去。我的人生毋是亲像咧拍空气。保罗讲，我是拍我的身躯到忝忝，互我的肉体，互我的情欲降服伫我的价值观呢。保罗是有异象、是有价值观的人，伊袂讲拍家己的身躯到忝忝，要得自残个，毋是呢。保罗伊家己拍家己的身躯到忝忝，是因为伊知影伊的生命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使命。伊行了什么？行了我传互别人，我本身检采拄着啥？古传。古传是啥物意思？我万本信主，我会当得到荣耀的冠冕，有奖赏。但是我若安尼落来落去，啊，我拢无异象、无目标、无节制，结果我到尾安怎？我连我原本应该得到的，我煞会安怎？我煞无去咧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一个生命有异象、有价值观的人，伊一定期待会得到赏，会得到赏的人，伊的生命当然就像保罗讲，美好的仗打过了，当跑的路跑尽了，守信的道守住了。为什么保罗的爱美好的仗要打过？伊开不爱半路绕跑？为什么当跑的路他要跑尽？他的当边仔纳凉的啊，边仔赛跑、慢跑，都边仔有迄个肉包，有当过地，迄个人家得啊，我就走。对不对？不是哦。保罗讲，着走的路，着行的道，我守住了。最主要是什么？公义的冠冕。保罗有奖赏的概念。保罗有得赏的概念，亲爱兄弟姊妹，
清楚的目的是因为你有异象，因为你有价值观。安尼你真自然，你就会要想要得到想的。最后，腓立比第3章13节，兄弟，我不是掠家己最已经得到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不能想讲人要忘记背后是容易哦，但不是伫圣神的内底，但不是伫圣神的内底，人的生活偌多是背后在甲你辖制。咱有偌多过去的经验，咱有过去偌多仇恨，咱有过去偌多无好的物件，在成做咱的辖制。所以不怪保罗甲咱讲，咱得爱忘记背后。各位，咱若无忘记背后，你就没有办法努力面前。对，各位，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伊要安怎样会当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？一定他是有使命的，是，他是有呼召的，对，他是有价值观的。伊就是想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为要从上面招我来得怎么样奖赏嘛。所以一个有想的人，一个有想要得到想的人，伊就会袂记你背后；一个想要得到想的人，伊就会努力面前，伊就有气力来面对伊生命的软弱。所以结论来讲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上帝要祝福以色列选民。既然因的脚所踏的地，拢要成做因的产业。上帝嘛祝福以色列百姓，上帝也要祝福约书亚，甲约书亚讲：约书亚，你要成做领袖，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要永远跟你三甲地地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是上帝通过约书亚第1章对当时以色列百姓所讲。我相信这个圣经有关今仔日对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对咱讲。上帝今仔日有愿要祝福咱，对，上帝要祝福咱的工作，是，上帝要祝福咱的服侍，是，上帝要祝福咱的婚姻跟健康。对，条件是什么？刚强壮胆。阿们，咱就刚强壮胆，咱就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三个条件就是：你要找到生命的好调，你要认捌你生命真正的价值。你要较无有永恒的奖赏，是，我相信上帝啊，这三项，互咱得到，真自然，你的生命也无同款，你的活出甲世界无同款，比别人更加刚强壮胆，因为你知，上帝常常甲咱三个同在。阿们，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你的恩惠若施落伫阮的一生。就是阮来当通过圣神的启示，互阮找到阮生命的呼召。主，阮虽望软弱，阮虽望软有限，总是因为你的恩典甲启示，就要互阮成做强烈。阿们，主帮助阮为主干净好胆徛伫殿前。对，主帮助阮，互阮时时靠主来得胜，因为阮知。各外主耶稣基督的气力，要充满伫建立较无伊的人，甲阮三甲地地。愿大公教会以及线顶所有兄弟姊妹，是通过咱对主耶稣基督的渴慕，也通过对圣神的邀请，互咱日日更新伫基督的内底，甲主同顶十架，互咱甲主同过活，互咱成做一个刚强壮胆得胜。最主中心的门徒，对这点直到永世代无尽。哈利路亚。